信各位成日都喺街上面買到所謂嘅 designer T， 但係有冇諗過自己都可以做 designer， 設計出自己獨有嘅 T 呢？ Gem 嘅絲印工具系列就正正幫到你達成呢個夢想啦！呢套係 Gem 嘅其中一套產品，港式幽默。等我而家就教大家點做啊！將絲網放喺網框上面，然後扣好四邊，咁樣就完成咗個絲網框啦。套內仲有4款唔同嘅圖案膠片，適合初學者同小朋友，既簡單又方便。只要揀咗自己中意嘅圖案膠片，然後將網框反轉，扣好，咁樣一個圖案嘅絲網就完成啦，係咪好簡單呢？等我而家即刻將翻件 T 先，將絲網平放喺 T 恤上面，然後將顏料擠喺圖案嘅外圍，然後來回咁樣刮平。睇下，咁就完成咗啦！只要加啲心思，你都可以係 designer 㗎。